老挝狮牌水泥由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生产，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，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老挝投资设立，海投公司股份占比77%。公司所属水泥厂位于老挝甘蒙省塔克市郊，于2007年10月正式投产运营，是老挝目前规模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之一，在老挝水泥市场占有率超过30%。水泥厂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新型干法窑外分解回转窑熟料生产工艺，填补了老挝水泥生产行业空白。现拥有一条日产2500吨熟料生产线，可年产熟料75万吨，水泥100万吨。生产工艺主要包括石灰石破碎、原燃材料预均化、原料粉磨、生料均化、窑外预热分解、熟料烧成、水泥粉磨、水泥储存、水泥包装散装等流程。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按照 ISO 9001质量标准要求进行严格质量管理，建立完善的质量内控体系。公司总工程师为质量管理责任人，技术安全部从技术和工艺上提供支持和指导。化验室配备有先进的试验仪器，对原燃材料及成品质量进行控制。中控室严格按照工艺流程进行生产操作和工艺参数调整。包装车间对产品带重及数量进行控制。地磅房对进出厂货物进行重量检查。经营管理部负责产品售后服务，并进行产品满意度调查。公司于2015年通过了3标管理体系认证，取得了 ISO 9001质量、职业健康安全、环境管理认证证书。狮牌水泥具有品质稳定、凝结时间适中、碱硫含量低、与外加剂适应性好、早期强度高等特点。经云南省建筑材料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检测，烧湿量、二氧化硫、氧化镁及氯离子含量等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允许值，抗折强度和抗压强度结果值均高于国家标准，产品质量符合普通硅酸盐水泥国家标准。其中5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气度小于或等于1%，远低于国家标准小于或等于10%的要求。凝结时间一般为1.5到2.5小时，中凝时间为2.5到3.5小时。优于国家标准初凝时间不早于45分钟，中凝时间不迟于10小时的要求。3天和28天抗压强度分别稳定在29兆帕到32兆帕和59兆帕到61兆帕，远高于大于或等于23兆帕和52.5兆帕的国家标准规定。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客户的肯定和市场的认可。目前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水利水电、道路桥梁、工业与民用建筑、水泥制品等领域，成为重大工程项目首选，销量常年稳居老挝市场第一。强化环保意识，实行产量、电耗、能耗等指标，与经济考核挂钩。通过优化操作参数，提高操作水平，采用节能设备，实现降低生产能耗的目的。定期排查生产系统待收尘、电收尘装置以及窑预热器系统密闭性，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发生。实行清洁化生产，从源头控制环境危害因素，降低热耗，减少有害气体排放。公司长期秉持自强不息、勇于超越的企业精神，内强素质，外扩市场。自投入运营以来，在生产经营等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先后荣获水电股份2010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、海投公司2012和2014年度先进单位及2015年度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。在老挝商会组织的2016年度老挝商业奖评选中，荣获优秀中小企业发展奖和特别贡献奖。